新闻头起先来看台北捷运攻击案，今仔日是二男者的头七，民众发起活动，下暗8点，要伫咧诚品南西店的店门口做伙演奏唱歌，同齐哀悼。即阵台北捷运也修改规定，旅客若无正当理由，就挂防毒的面罩，袂使上捷运。为着要感念勇敢阻挡欠款、不幸过往的有家长，台北捷运也设置哀悼壁，互民众说感谢。写细张纸条早会所为中部上报生出来同学特别来悼念伫攻击事件遭到嫌犯所不幸死亡的余家长。我觉得于先生很勇敢，然后他值得被纪念。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就真的在那一个悼念的氛围里面，然后就比较正式也比较严肃一点。为这些牺牲的人，然后感到很遗憾。台北捷运今晚开始伫台北车站 B1 站通往 M7 出口通道，这暂时性悼念墙壁顶写“英雄硬挡倒甲火，挡落行行”。这个城市的永远会记得勇敢的身影。拄着假日，不少民众献花甲卡片。国际服务除了会以外，唔通放饮料食物，车站人员会定时巡查。另外，因应嫌犯八卦风度民区犯案，北捷嘛修改规定，即马开始旅客装扮有影响维安甲安全疑虑者，像讲无正当理由挂风度民区、过路色呼吸器、头盔等装扮，也是穿有强光武装款式等，经过考劝唔听，一律歪载。进我们的捷运车站或其实你进任何空间，其实没有必要去带这一类的用具，我们应该就要注意说，它到底它的意图是什么。北捷嘛等咧研究未来无摆拄伫重要车站导入监视器 AI 辨识功能。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科学系教授陈永成分析，爱收集有够的情景模式，互 AI 侦测更准，避免误判。另外，就算做到提早预警，嘛都爱人力会当及时赶到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